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天童的時間，我係帶大家來運動，讓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見面。今日同大家分享的行嘅益生操，呢個益生操行嘅芭蕾舞改編的一種運動課程，不管老幼大細，攏適合來做，一下就提門先生向下來運動。你喺運動之前要做讓身體熟起來嘅運動，你經過較長嘅熱身運動，體力運動就你過自然嘅扭腰擺臂，你可以過輕鬆來做你嘅動作，你身體可以慢慢地熟起來，你平常時有卡攏可以做你嘅動作，讓你嘅身體慢慢地變輕鬆。一開始佢嘅扭腰擺臂時節，動作唔是輕態，慢慢地來，用你動作越做越態，越做越態。你鼓勵大家，明明是有卡，攏可以用你自家嘅身體動一下，你嘅身體那麼硬。接下來聽嘢動作，行嘅表順你嘅肩關節，將你嘅手壓起來，壓到最高嘅時節，轉後背，慢慢地變下來。好，聽一看，提上看，提細看。第五看，你慢慢地做，好，你穩住手慢慢地壓起來，壓到最高時節，轉後背，慢慢地下來，越慢越好。你聽一看，第三看。第四看，第五看，你第三個動作係嘅扭腰擺臂，你去做你動作時節，你有分輕重，第一擺可以小幅度的擺動，你第二擺時節可以較多一些。第三擺就可以鼓嘅力量轉過來，好，你再換另外一片，來輕重，好，你再鼓來左片，再來一擺，輕重，好，右片，來輕重，接下來要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嘅訓練你嘅腰臀部嘅肌肉，加你腰臀部嘅肌肉嘅表現。你體力動作係嘅，加你本嚟板到位之後，你兩隻腳打開來，好，兩隻腳打開來。腳趾行喺外展呢，你慢慢地鼓下來，好，再慢慢地放起來，你再慢慢地鼓下來，再慢慢地放起來。等到你鼓下來時節，剛剛講讓腳會痛嘅時節，就係能鼓得到嘅，所以你唔是講嘅可以鼓到某個角度，因為每個人嘅身體嘅狀況都冇相同。所以講，你就慢慢地去試你身體嘅狀況，慢慢地鼓下來，好，慢慢地放起來，慢慢地鼓下來，再慢慢地放起來，慢慢地鼓下來，再慢慢地放起來。
你咧动作主要就安尼训练安尼咧大腿，大腿跟安尼咧核心的肌群，安尼慢慢来鼓，慢慢来鼓，安尼数板门灯咧，数板门灯咧，嘛唔会讲安尼较风行，可以慢慢来一鼓一跺，一鼓一跺，再慢慢来放起来。你行安尼咧踢的动作，安尼踢的动作，我来表顺安尼咧髋关节，安尼跟安尼脚表个灯的当高时间。安尼可以慢慢来去转安尼髋关节，安尼就不用顺做一个这么简单的不用顺的动作，安尼就可以不用顺一下，不用顺一下，安尼的髋关节。好，一下呢，安尼跟安尼的脚不用平落时间，安尼身体慢慢的靠在的当高，唔会刚刚讲一方。咱咧大腿的外侧，跟咱臀部压胸的肌群有帮助的感觉，安尼慢慢的、慢慢的靠下去，会感觉压胸有拉筋的感觉。好，安尼压胸停留一下，你行的你咱们不用顺，咱们轻松的一个动作。好，你再慢慢的放起来，相同啊，你再放松一下，你的髋关节。好，相同哦，一下啊，你朝后位的时间，脚放平来，身体慢慢的靠上去，一下唔会刚刚讲，让大腿的外侧。同臀部压胸的肌群有帮助的感觉。好，安尼变下来，安尼脚同一下，安尼一下变另外一只脚来做，安尼相同脚变在等的当中，好，安尼慢慢的先变轻松，安尼咧髋关节。慢慢来放松一下，这个动作真蛮简单哦，佢适合每个人都来做，来放松一下，安尼咧骨轮。好，安尼脚不用平来，身体也慢慢来靠上去，唔会感觉讲压伤有帮助的感觉。好，安尼再来放松一摆，再来放松一摆，安尼放松一下安尼髋关节。加油哦！好，脚慢慢来放平来，好，安尼准备来拉筋，身体慢慢来靠上去，安尼身体可以较轻多一些，安尼较放多一些，较放多一些，来。它帮多一些。安尼迄个帮啊时节，我是把很酸酸痛痛，你行个正常的哦。好，安尼不用轻松，好，脚不用轻松了，安尼等一下，安尼脚用安尼脚不用轻松一下，一下安尼再来做安尼踢的动作，好，踢的动作，相同安尼你脚打开来，好，安尼脚趾行安冲落波耶，安尼相同慢慢来鼓，来鼓下去。慢慢的放起来，再来慢慢的鼓下去，慢慢的放起来，慢慢鼓下去，慢慢的放起来，慢慢鼓下去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加油哦！强下来运动哦。
好，安尼一下来做天二的动作。安尼一只脚放喺凳嘅当高，好，安尼相同放松安尼咧髋关节，你行嘅咧放松安尼髋关节嘅动作，真蛮简单哦。好，安尼脚放下来，身体慢慢的靠嘅安尼凳嘅当高，安尼放安尼咧，你咧大腿嘅外侧。慢慢来绑一下，好，安尼弯到另外一只脚，安尼等一下，弯另外一只脚，相同先放松，放松后，安尼肌力抽下来，脚放下来，安尼身体慢慢来靠上去，身体慢慢来靠上去，相同安尼来绑，你的大腿外侧的筋。好，安尼同一下。安尼运动之后，有啲位肌肉群会增蛮紧绷，会增蛮酸软，然后就用一粒球嘅脚踏杆来放松。安尼先间球嘅放安尼脚难度当高，安尼另外一只脚加上去，安尼慢慢来扛下去，来放松安尼咧小腿，放松安尼咧小腿，唔会感觉是把酸软，你行喺咱们正常嘅现象。好，安尼慢慢来扛，慢慢来扛，慢慢来放松。接下來安尼再間球嘅放喺安尼切頭嘅後背，放切頭嘅後背，安尼腳相同加上去。安尼切頭後背有十字韌帶，你啲球嘅可以放鬆安尼韌帶緊繃嘅情緒。接下來安尼間球嘅來扛安尼咧內側嘅部分，好，安尼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。慢慢来扛下去，同时安尼嘛可以放松安尼咧胸大肌，好，胸大肌啊，胸可以慢慢来扛，慢慢来扛，用安尼咧肩胛头较放松。头多先生教嘅學起來無？一下提問先生來學新嘅動作。一下我同大家分享嘅係嘅拉人嘅股四頭肌，就係太落臂前側嘅咧肌肉，和安尼推你嘅凳嘅後背，安尼一隻手綁穩凳嘅，安尼將安尼腳綁起來，好綁起來，安尼一開始去綁嘅時間。我剛剛有試把很唔怕，吼，就時間唔綁按到，唔就綁一下下，放鬆一下，綁一下下，放鬆一下。如果你平常安尼腳去行路，安尼弄個手去綁安尼腳咧，你咧前側緊，吼，安尼放鬆一下時，安尼再壓起來，吼，再壓起來。嗱，安尼一擺可以比一擺嘅時間較多一些些，一擺可以比一擺嘅時間較多一些些。好，相同安尼放鬆一下，安尼個腳係冇綁啊，吼，就剛剛講，你啲肩頭啊，攏站蠻硬，啊，所以講唔怕，安尼就利用一些時間，平常啊，可能安尼去看電視，也係有一些休息的時間，安尼可以從凳嘅方擺放起來，安尼綁一下安尼啲股四頭肌。好，安尼一擺可以比一擺嘅時間較久一些咯。哦，你啲動作嘛真係蠻簡單。唔係假使講耶穌冇辦法綁到，你就可以拿一個台面帕，也係你啲彈力帶嚟綁嘛做得，主要就會有綁到緊。好，安尼放鬆一下，放鬆一下。你啲動作安尼就慢慢嚟來，哦，放鬆安尼咧股四頭肌。
安尼迄个绑的时节啦，安尼可以讲述安尼咧健身体啊，迄咩站的硬撑，吼，迄个假使讲安尼脚球拢无迄个拉筋啊，吼，安尼咧股四头肌一定会站蛮酸，站蛮酸呢。但是唔怕，安尼就慢慢的来绑，好，安尼变成另外一只脚，安尼另外一只脚来，上头安尼竖先板门蹬呢，板门蹬的时候，安尼脚再压起来，好。咱压起来，上头安尼踢到迄个绑时节，唔是绑按球，吼，踢摆迄个绑时，脚唔好绑按球。安尼休息，吼，休息一下，缓和一下，安尼咱来绑天一刀、踢上刀、踢四刀，安尼拉筋就系安尼，安尼慢慢的用时间来换取你的柔软度。好，不用说，唔怕你就慢慢的来，在门线上慢慢的来做。好，加油哦！安尼大家向下来做哦。好，安尼今日要教的天野动作，行的甲安尼一只脚，用的是等的方，好，一只脚不用等的方，安尼另外一只脚倾下来，好，啊两脚行的出的，唔会刚刚讲，切提后背的两条筋，都安尼抬腿后背的太筋头拢绑在度，安尼慢慢来倾下来，慢慢来倾下来，好，慢慢倾下来，好，唔怕安尼一摆。绑一些些，一摆绑一些些，休息一下，安尼再来听一刀，安尼慢慢的轻下来，安尼身体就不用强松，安尼本身的身体就不用强松，因为安尼一下行的绑一后背，吼，绑后背，好，再放起来，休息一下，同安尼脚动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安尼再来一刀。慢慢的鼓下来，身体慢慢的轻下来，好，来休息一下，一下你来揾另外一只脚，好，等上去，安尼咧后脚慢慢的鼓下来，唔会刚刚讲安尼，这条后背的两条筋。好，站满横，好，不用强松。上头安尼一开始迄个绑的时间，拢会站满横，啊，所以讲安尼就慢慢的一刀又一刀的，慢慢的来绑。好，听一刀。休息一下。好，一开始伊绑的时间真是会站蛮酸软哦，你嘛系正常的状况，但是安尼咧绑的时间就唔按久，吼，绑的时间唔按久，唔好用去加工绑骨头，绑在手上，安尼就慢慢的一次又一次来绑，好，好，慢慢的再鼓下来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安尼一下再同头头的动作，安尼再来复习一下，安尼左脚压起来，好，安尼再绑一下，安尼咧股四头肌，好，安尼身体要出咯，要正咯，要抬头挺胸哦。好，安尼不用强松，安尼弯到另外一片。安尼绑安尼的右脚，好，安尼做天野动作，安尼左脚先压上去等下方，好，后脚慢慢的鼓下来，
慢慢嚟清下來，嚟慢慢嚟去綁嚟腰背要條緊，慢慢嚟綁，身體慢慢嚟清下來。好，嚟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嚟再揾另外一隻腳，好，揾嚟你右腳墊上去。你咧下腳慢慢嚟顧下來，慢慢嚟顧下來。唔就剛剛講腰背壓上嘅肩頭，攏綁喺度，慢慢嚟顧下來。好，你不用輕鬆，不用輕鬆，你腳痛一下，頭到你喏，前面跟腰背肩頭攏綁到嘅。好，前面跟後背肩頭攏綁到嘅，你用你的凳呢，你做個簡單的一個動作。你運動之後，有啲個肌肉群會增滿緊繃，會增滿酸軟，然後就用一粒球嘅搞得緊來表順。你先間球嘅表你腳難度當高。你另外一隻腳加上去，你慢慢嚟扛下去，來表順你的小腿，表順你的小腿，唔會感覺四肢酸軟，你行喺咱們正常嘅現象。好，你慢慢嚟扛，慢慢嚟扛，慢慢嚟表順。接下來你再間球嘅表你切頭嘅後背，表切頭嘅後背，你腳上同加上去。你切頭後背有十字韌帶，你啲球可以表順你嘅韌帶緊繃嘅情形。接下來，你間球嚟扛你嘅內側嘅部分，好，你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。同時你嘛可以表順你的胸大肌，好，胸大肌啊，可以慢慢嚟扛，慢慢嚟扛，用你的肩胛頭較表順。經經先生教嘅動作，大家學會冇？希望大家要有運動嘅習慣，能講適度咯，就要同度咯，身體那會越來越健康。聽筒，下次見。